今年较无雨水，台湾国产的芦笋品质加真好，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秘鲁、泰国、越南等等的国家的芦笋，即卖拢无法度进口，所以今年台湾芦笋的价销是称真悬哦，1公斤平均会当卖到400块。啊嘛，因为芦笋的营养价值真悬，所以台南的将军区农会特别趁即卖时机刚好，伫网络顶推销芦笋。软软牛扒配合清爽的芦笋，这出牛扒芦笋更是日本天皇晚宴的一出料理。伫当地被当作是高级食材的芦笋，营养价值真悬，清爽的口感更加适合搭配各种主食，变化出无同款的风味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进口的芦笋无多入来，加上今年无落雨，国产的芦笋品质提升，价销嘛较好。跟农民收购是1公斤差100块左右，今年我们到现在。也是维持在1公斤110元左右。目前这是芦笋大出的时阵，农民嘛笑嗨嗨。抗疫期间，虽然讲未少的产业受到影响，因为对着国内芦笋农来讲，都会使配合在家经济，销售量冇提升。1公斤平均300块，如果更顶级好一点的话，有到350、400。网络销售的业绩会有增加。台南将军区农会无用将这芦笋分级包装，台南市长杨伟天嘛来斗推销，希望讲在抗疫期间，消费者会使加买国产的芦笋，吃出健康甲好滋味。